现代台语版圣经撒母耳记上卷第24章。扫罗追入非利士人倒来的时，有人甲伊讲，大卫踮伫阮基地的旷野。扫罗就对以色列中带特选的兵3000，去野山羊山岩遐找大卫甲军队伊的人。扫罗来到路边羊巢附近的山洞，入去要大便。大卫甲军队伊的人秘伫洞内较深的所在。军队大卫的人对伊讲：上主捌甲你讲，我要将你的对敌交伫你的手，你通照家己的意思对待伊。当机会来啦，大卫就点点仔爬去割扫罗外衫的衫具。后来，大卫因为割扫罗的衫具，心内不安，对军队伊的人讲：伊是上主所抹油的王，我绝对毋敢对我的主人，就是上主所抹油的，做即款代志伤害伊。大卫用这个话阻挡军队伊的人，不准因攻击扫罗。扫罗爬起来，对洞内出去，继续行伊的路。大卫嘛对洞内出去，对伫扫罗的后面喊讲：我的主，我的王。扫罗回头看，大卫就趴伫涂骹拜伊。大卫对扫罗讲：王啊，你是安怎听人的话讲？大卫想要害你。今仔日你有亲目看到，你伫洞内的时，上主将你交伫我的手，有人叫我杀你，毋过我不忍心。我讲，我无要出手害我的主，因为伊是上主所抹油的。我的爸啊，你看咧，你外衫的衫具伫我的手呢，我只有割你的衫具，无甲你杀。安尼，你会当看出我的手无做啥物背逆你的歹代志。我毋捌得罪你，毋过你对着我，要填我的性命。愿上主伫你我的中间裁决。愿上主因为你的所做替我报复，我袂出手害你。古早人安尼讲，歹代对歹人出，我袂出手害你。以色列王出来要掠啥人，要追入啥人，是找死狗掠家走。愿上主做判官，伫你我的中间裁决。愿伊监察，为着我的案件辩护，救我脱离你的手。大卫对扫罗讲这话了后，扫罗讲：我的囝大卫，这是你的声哦。扫罗就大声啼哭。伊甲大卫讲：你比我较正，因为你对我真好，我煞颠倒用歹报你。今仔日你的所做表明你用好对待我，因为上主有将我交伫你的手，毋过你无甲我杀死。人若找到伊的对敌，敢会放伊走？愿上主因为今仔日你对我的所做用好报你。但我知你一定会做王，以色列国一定会伫你的统治下建立。所以你着记上主对我咒诅，你袂糟灭我的后代，袂将我的名对阮的家族撤销。大卫就对扫罗咒詛，然后扫罗倒去伊住的所在。大卫甲军队伊的人上去山区的要塞。